就说要来到就说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科技脑佛教中心，为什么会有这些文物中心呢？在这种闹市之中设立这样子的一个中心。其实主要呢，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佛教中心，来制造来就说筹款，来让我们就说照顾南印度的甘丹寺的3000个和尚，因为我们那边有3000个僧侣，必须要就说供养。所以假想一下，一天1零级的善值的话，3000个和尚就已经去了3000块，所以其实我们这所有的反向呢，其实都是回流去照顾人群，去利益众生。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 idea， 就是一个思想来就说创立一个佛教中心呢？都是主要是来自我们的赞助人罗切，这非常重要，他是我们的一个开山祖师。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说有今天的这个这么舒适宽敞的地方，而且我们也很开心，就是说能够聚集在这里会面。好，所以在陆国人罗切呢，其实出生于1965年10月24号在台北，然后呢，他是当时呢母亲是一个蒙古公主，是成吉思汗的后代，然后父亲呢是西藏人，是班禅喇嘛的弟子。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父母离异了之后呢，他大概7岁大的时候就去到了美国新泽西。新泽西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主要的一个上师，第一个跟上师。你们可以看到那个手册。首先提到，就是说，在这个他的童年时期呢，是 Kenso Losang Tarchin， 就是他第一个上师，7岁。可以想一下，7岁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干嘛？我们到底在玩什么游戏等等？可是张中国人罗切7岁的时候，就会想到，就是说去利益众生，去学习弘法，去寻找那种佛事来学习。可见他并不是一个寻常的一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其实张中国人罗切在7个月大的时候呢，已经被僧侣认证为转世的活佛。可是那时候他的母亲呢认为说，他自己如果他真正转世活佛，那么他就会选择他自己的路，就真的在7岁的时候，他找到了他的那个佛事。在接下来16岁，其实在美国的时期，他的蒙古的被收养的蒙古家庭，其实对他非常的不好，处处的就是在阻止他学习佛法。任何他能够就是说做一些念诵经文啊之类的，都百般的阻止，而且也对他非常的不好，就是不是很善待他。所以在16岁的时候，他成功逃离开了家，去到了洛杉矶，然后从那里遇到了根本上师宋仁波切。宋仁波切就提议让他去到南印度甘丹寺出家作为僧侣。所以他答应了宋仁波切的一个承诺之后呢，他真的就去到了南印度。之后到1992年的时候，他因为就是说为了筹款，为南印度甘丹寺筹款呢，特地就是以Lati Rinpoche 或 Khenso Rinpoche 还有福冈康寺的300个和尚的一个要求，最后他来到了马来西亚筹款，并且在这里弘法利生。这个黄财神的这个聚宝瓶呢，它里面这个一个由来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在当时西藏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穷苦比较贫困的一个民族，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为了提醒就是阿提夏尊者，来自印度的阿提夏尊者呢，来请他来到西藏来弘法。当时呢，阿提夏尊者就烦恼了，到底西藏藏族那么贫困，怎么去帮助他们？而且去到那边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他就向他的本尊绿度母祈求，所以绿度母就教他如何去制作一个宝瓶。所以 OK， 我们要知道到底宝瓶里面装的是什么。对，很多人都会说，到底宝瓶里面，包括我本身在内也很好奇，到底里面是什么？里面呢装满的是珠宝，这些珠宝呢，这种金啊、银啊，或者是绿松石、珍珠等等，这些东西必须要通过是正确的一种管道而得到的一种，而不是偷啊抢来得到的贡品。然后里面会放5种财神的像，包括黄财神、白财神、红财神、绿财神跟黑财神5种财神的像，而且根据它的曼陀罗，它的方向东南西北一个曼陀罗放进去，而且里面除此以外也放了一些圣物，包括菩提迦耶佛陀成道的地方的一些树皮啊、泥土或者是一些高僧的石粒子。等等的生物放进去，单只是这些物品就已经可以足以让这个聚宝瓶充满了非常多的一些正面的一种能量，而且能够之后呢，那些拉玛将会用5色的布把它包起来、封盖起来。这样制作的过程中呢，这些拉玛到底是谁呢？谁才有这种资格制作这种宝瓶？其实，在这种制作的时候，必须要接受
大韦德金刚的一个灌顶啊，是要经过3年3个月跟3天的一个闭关。除此以外呢，得到大韦德金刚的这个灌顶呢，之前你必须要完成这个4加行，就是像大礼拜10万次，金刚萨埵的一个百字灵咒10万次。曼陀罗供养10万次，水供10万次等等的，你才能够说祈求来得到这个大韦德金刚的灌顶。所以可见的制作这个宝瓶的人也是非同小可，不是普通的人都可以制作的。所以像之前在 Vincent 啊，还有一些更年轻的那个来宾啊，大家都有问到一个说，到底这聚宝瓶请了回去，到底对他的人缘啊、对生意啊、对种种之类的东西有没有帮助？其实聚宝瓶除了请的聚宝瓶以外呢，非常快的看到就是我们物质上的那种财富会增加。第二是增加我们内心的财富。内心的财富是什么？内心财富就是像慷慨、布施、容忍、精进，还有智慧。所以想想下，当你增加了这些特质的时候呢，当你有智慧，你懂得如何去编排你的生意，你懂得如何去说服你的顾客等等，你的人缘从此也变好。而且智慧的方面，如果家中有小孩，如果家里请了一个宝瓶呢，小孩的学习能力也会增加。所以等等呢，其实聚宝瓶，当大家听到这里的时候，会发觉到，其实当你具足这些特质的时候，你的生命跟你的人缘自然而然都会变得很好。除此以外，聚宝瓶请了回去呢，能保护整个家庭的健康跟安危。为什么？因为当这些家有些很有钱，非常的有钱，可是一个病痛可以把他所有的家产全部给用上了。有些人也可能是意外，或是一件非自然的死亡等等，这会造成说我们的一个生活不快乐，或者是造成我们的一种外在财富被切断的一种情况。所以红财神宝瓶呢，不只是增加财富，内心财富也保护整个家庭的健康跟安危、出入平安。像宝瓶呢，就是我们看到也有各种不同的宝瓶，到底宝瓶分了多少种？其实在藏传佛教分了4个传承嘛，像尼玛巴、格鲁巴等等。像我们是属于黄教的多巴，我们比较偏重的是在于黄财神的那个宝瓶。当然，我们还有杜姆的宝瓶啦、摩诃康拉的宝瓶等等之类的。甚至你们可以在我们的财神宝殿那边呢，可以看到，就说各种不同宝瓶的一种特质，而且种类，像我们今天所谈及的，就是扎巴拉的黄财神的一个聚宝瓶。可以，除此以外，当然有些人就提到说，到底请了回去需不需要供养，需不需要点香啊、念经文啊等等之类。其实这个是随喜，你可以要，也可以不要。其实通常你请回去了之后呢，它已经有了那个加持能量，已经会改善家里的风水等等。如果呢你要做一些祈愿文，做一些它的仪轨，做它的法会，那是当然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每个星期三在克钦纳佛教中心2呢，就会有一个黄财神的共修法会8点。如果任何人有兴趣，可以向我们的负责人普利塔询问。当时的时候，我们会做各式各样的法器啊，像倒水洒在那个黄财神的头上。为什么？因为黄财神当时是佛陀的一个大弟子。当时呢，那时候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想要就是说从山上把石头丢下来，想要危害佛陀。这时呢，黄财神就挺身而出，把他抵挡了这个石头。可是因而他也昏眩了过去，所以佛陀就在黄财神的头上洒了甘露，说以后任何人在你头上洒甘露了，你要赐予他富足物质跟内心上的一些富足、安全等等财富。所以从此以后呢，在做修持这个黄财神的法门呢，我们通常都会倒水在他的头上等等。
我们知道说染巴拉是财神，这样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很有兴趣啦，因为钱，对钱的有兴趣。不过呢，染巴拉不是说只是讲钱，当然最容易吸引人的就是讲到钱，他最吸引的地方，就说是讲钱方面的。不过染巴拉是有两种就是说它的利益啊，不只是说给你招钱招财，还有一样呢，就是说more spiritual， 就是比较内在心灵方面的。你现在呢？你自从请他回去之后呢，多久了？3年4年了。有2、3年。3年了。其实我买2个是染巴拉的，是那个财神的，我买2个。因为我买2个，我一个放在家里，一个放在 office。为什么要放2个地方去啊？因为家里也是要有财源啊，对不对？你如果有财，你不能够保持那个财呀，也是会玩。你老公有参加吗？我老公没有参加，不过他有得到那个益处，他也不知道啦。之前你这样做生意怎样？你请他回去之前，我还是不大知道。不知道啦。之后呢？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啦其实不是说你拿回去你就看到哇，我有个1 million出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对，当然。我呢是觉得我们放了这个这样每一次都顺利。当然你做生意一定有 problem 当然。会少一点啦，是吧？会少一点。不过有 problem 你拜他，你求他，他会跟你解决。是啊，讲一下 example 呢？对不对？其实好像说1个月里面你需要800千来给那些 media owner TV station 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还债，所以你的顾客还没有给你，所以你怎么样去找800千？是咯。到20号才400千，大概有400千没有收到我，所以就对呀，你就看有时候很奇怪的，讲出来你不相信不相信我也不相信。可是我的accountant 我跟讲。你got money already？ 我说哈，过来，每天怎么样去靠近他？其实我都没有像他天天念的。你怎么样？我是放在橱上面。当艺术品啊？没有啊，不用当艺术品，这个不是艺术品的事情，这个也不是很做艺术啦。关起来在那个柜里面。玻璃瓶里面，玻璃柜里面。柜里面。客厅啊。像我的 office 呢，我就放在柜里面关起来，没有玻璃的。就关在里面了。不用的，还有可以看到的。关在里面了。我的达拉什么财神什么东西在里面。你没有对着他念经？心念就给他吗？有啊。比较少了。OK。因为你很忙啊。对呀。你很忙，所以。睡都不够睡。所以意思说不一定要好像华人不一定要每天烧香，不用的，其实不用的，最重要是心是吗？对，其实你放在那就可以 protect 你。你的心里面，有时候我们在这边念呢，如果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念呢，不用说一定要对着他在这边念，不用，在车也可以念的，随时 ，anyway， anyway， 对了，anyway 蛮多啦，不过呢。我们讲财，不是只是讲钱 ，OK？ 你没有病痛，没有东西发生，家庭都 OK， 平安。你想看，如果有3、4个孩子，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很多事情给你烦恼，没有什么东西好烦恼，一定都是财来的。对，就跟你省很多嘛。对呀，如果说你们自己看我们家庭怎么样，我有没有变，你自己看如果你看到有这样你就知道是什么的原因，对不对？早2年前是我有一个时期，我的 husband 他生意很周转不灵然后就很闷嘛，我就拖他就我们来万佑这边看戏，突然间我觉得怎么会有一个神像，我就看就进来这里，之后里面有一个负责人叫 Christine， 他就看我先生说，怎么你这么down啊，什么，你相不相信这边黄财神会帮你这样子？之后我们就都随便去看一下，他就拿了一张10块钱的，他叫我们请回去，他叫我们念他的咒，黄财神的咒。他说我们那里会相信，对不对？所以他说
你相不相信？你发愿，他说那个祈愿文啊，那个10块钱的祈愿文，他说你每一天都念一遍，然后你每天念那个嗡的麻拉扎念达那时候，每天念10次，然后你跟他讲，让你度过这个难关。他说这样子，我跟我老公就拿回去，就真的这样念。你知道2个礼拜里面呢，突然间他有接到一个生意，然后蛮大一下嘞，然后就猛叮叮，诶 ，OK 哦，就是有机会就没有这样辛苦，因为我就觉得是黄财神给我们这个加持哦，我们就再倒回来见他，他就跟我讲，假如你们真的觉得是财神帮你，你们不然请一个宝瓶回去，你的工厂，因为我老公是做 spare part， 对，很开心嘛，那时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生意，而且那个生意我们没有资金，他给我们advance，那有这样好的事情，是很难得了，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宝瓶回去哦，就这样子开始认识到宝瓶，然后老实讲哦，就请回去，我们也不是说要求些什么啦，就是放在那个位置，放在哪里？放在他的office 里面哦，他的那个厂 office 就是一路就很顺一下，然后就时常遇到，我觉得是贵人呐，好像时常来指点我们的。其实请宝瓶我们的用意也是供养这个佛堂啦，并不是说买回去怎么样这样子。我说那我们多300多块，我们倒不如请多一个宝瓶，第2个宝瓶我们就是这样，不然好咯，我就跟那个负责人讲我们要请宝瓶，不过我们又再回来请他的金身咯，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来请他金身，这样咯，然后就时常，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恰拉也是哦。他那个恰嘎这个，也陆陆续续叫很多人来请，然后我的妹妹的男朋友就看到我的老公这2年，哎，怎么好像很顺啊，怎么样啊？他是自己做生意的。去年我又带他来请一个宝瓶回去，所以我感觉到他现在他的生意真的，他从一个没有工人的人做一个5金老板，到现在还有2辆罗里1辆索里，才1年里面，我的妹妹的男朋友。他就请这个宝瓶回去，这样子，我觉得他无形中有一个力量在帮我们这样子哦。你们怎样供奉他？你怎样供奉他？供奉这个宝瓶，就是他有个好处，他不需要供奉，不需要供奉，就放在那边就可以了。他放在你的家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而且之前我是觉得，难道真的不用拜，什么都不用？因为我们拜惯了，我们觉得我们练这个，然后负责人就跟我说，你只要抱着一个对你好像诚心，你相信他，然后你如果真的给你顺，你要时常记得要回馈啦，就说你要，我们有时常好像捐款啊，或者助养啊，好像助养那个星球之报啊，有咯，有做些这样子的事情，做一点善事啦然后根据自己的发心去做，这样看，你只要，当然你只要有那个正确的那个心，它一定那个能量一定会在咯。然后我有一个天，就是去年我会请一个师傅来我家看风水这样子，他就因为我的宝瓶是在很高嘛，他就因为我是盖住的，我没有这样子了，我是在橱里面这样盖住，他就拿出那个老缸，他就来我家看风水，哎，你的 OK 啊，个风水好强哦，这样子讲嘞，其实我觉得是宝瓶哦，因为他的老缸一直。他说：“哎，你的家的风水很强哎。Before that， 我也是有看过给人家看风水这样子，他们都没有讲。我有了这个宝瓶过后，我请那个师傅来，他说我的家的风水很强很好，说你不要搬啊这样子讲。我就觉得是宝瓶给我的那种，给我们会改善我们家里的磁场。”